就算佢攞住個現金過嚟追住我都唔會勸佢買雞腳空城嘅。OK， 今日呢條視頻咧講出嚟可能會得罪晒啲行家，但係我都要同你哋講清楚嘅。咁我做地產足足12年嘅時間，雞腳空城呢個盤亦都經手咗好耐嘅。但係有一種客人咧，就算佢攞住個現金過嚟追住我都唔會勸佢買雞腳空城嘅。咁啊老老實實同佢講啦，千祈唔好入手啊，真係。咁啊第一種啦，就係呢想短時間炒樓翻倍嘅朋友。如果你買樓咧，淨係諗住2-3年樓價翻倍就放盤走人，千祈唔好揀雞腳空城啊！成個坦洲都唔適合嘅。依家唔係2016年嘅行情啊，坦洲樓價啦唔會短期爆升嘅。雞腳空城啦，勝在呢保值穩陣。如果你想短時間賺大錢啦、升值啦，根本冇可能嘅。如果你一意孤行想要入手啦，咁2年後見唔到升值，又調翻轉頭鬧我啦。我真係唔想狗為自己後背嘅。咁啊，第二種咧就係對於學區要求好高家庭啦。咁啊，坦洲教育資源咧同珠海通州市區相比真係有差距嘅。雞腳空城門口同燈小學啦，佢係全新嘅，咁啊硬件都好完善。但係學校嘅底蘊同啲老牌名校相比真係差底結啊！如果小朋友好快就升小學啦，咁你最睇重咧係學區質素，咁我都係建議翻你自己揀翻珠海市區嘅樓盤嘅，千祈冇為咗間大屋犧牲仔女嘅讀書資源啊！呢個真係要自己諗清楚嘅。咁第三種咧就完全唔揸車嘅朋友，亦都唔打算買車嘅朋友。咁雞腳空城雖然有巴士路線啦，但係班次密度遠遠唔夠珠海市區嘅。咁啊冇揸車嘅朋友咧，你仲可以三無園店啦、公立醫院啦、珠海市區翻工探親啦，次次出去都要打滴滴嘅喎。咁啊坦洲佢唔似珠海市中心啦，樓下就係商場，有密集嘅公交，交通配套樣樣都齊全嘅。不過好在咧，雞腳空城樓下咧有香港業主嘅專屬巴士啦，直接咧可以車香港業主翻香港，呢個確實係方便啲嘅。咁啊，第四種啦，不住淨係780萬，又想拎包入住，又想新新正正嘅精忠單位。老實講啊，780萬嘅波住咧，係雞腳空城根本揾唔到好嘅精忠樓嘅，最多只可以揀翻一期嘅平價毛坯二手啊，或者人哋已經住咗10年8年嘅舊中修。計計埋埋，連裝修成本咧都要即刻燒埋預算噶啦。如果咁硬咁買咧，每個月供樓嘅壓力咧，即係壓到你唞唔到氣嘅，日常生活質素啦都要大打折扣啊。所以我情願你暫時唔買樓，都唔想你買完之後咧，日日要為咗供樓咧要憂愁啊。咁我講呢番說話啦，唔係扮清高啊。做地產12年啊，靠嘅全部都係粉絲朋友口碑。你住得舒唔舒服，直接影響到我口碑嘅。一旦揀錯唔適合自己嘅單位，幾年後想轉手又難放盤咯，到時真係怪我成世啊。咁呢種賺得良心都唔安樂嘅錢，我真係唔要。咁啊，調翻轉頭講啦，邊度嘅朋友我會真心咁推介雞腳空城呢？喺珠海翻工，但係負擔唔起，中意市區靚單位家庭，咁啊預算呢120到150萬，想住大啲、舒服啲嘅戶型，享受啲齊全嘅社區配套，咁我就會推介噶啦。同埋港澳朋友打算呢退休過嚟養老，又近珠海啦，又近關口啦，又近三無園店啦，又想要好啲物業管理啦，成熟啲嘅大型社區啦，揀雞腳空城呢就絕對冇走雞噶啦。同埋呢珠海本地呢改善家庭啦，將手頭上嘅又殘又舊又細啲細屋呢換成品質嘅大盤，要求品質嘅，咁我都要推介雞腳空城嘅。所以話呢買樓從來都冇絕對嘅好盤，至分適唔適合自己嘅啫。最貴唔等於最好啊，匹配自身嘅需求啦，先係最優選擇嘅。咁我本身都係住雞腳空城啦，再加上12年嘅房產經驗，唯一做到嘅就係將呢個樓盤嘅好壞啦，同埋所有優點缺點呢攤開同你講，最後邊呢留翻你自己去決定啦。咁我係梁經理，想知道自己情況適唔適合入手雞腳空城，咁啊留言俾我知啦，我句句都係講嘅真話嘅。有時候講話可能唔好聽，但係都係老老實實咁同你哋講嘅。同時啦，我都幫大家整理咗一份雞腳空城小區測評報告嘅，包含小區戶型分析啦、成交數據啦，同埋業主嘅真實居住評價嘅。咁有咗呢份資料呢，你就可以徹底咁了解雞腳空城呢個小區嘅。咁關注我朋友啦，可以留低街景呢2個字，我免費發送俾你嘅。Thank you。